各位老師，大家好。響家長日或者同家長溝通嘅時候，好多家長其實未必識得睇成績表，因此老師嘅角色唔只係報告分數，而係幫助家長理解仔女嘅學習表現同埋需要改進嘅地方。今日呢段短片會示範點樣一步一步解讀成績表，等家長可以清楚明白仔女嘅學習情況。首先，我哋可以先簡單向家長介紹成績表嘅結構。呢張成績表主要包含4個重要部分。1. 滿分。滿分會顯示每一科嘅總分係幾多。例如，初中嘅中、英、數都係200分滿分，其他科目就通常係100分滿分。呢個可以俾家長知道分數比例嘅基準。2. 平時分。呢部分係學生日常學習表現，包括功課、小測、課堂表現、課堂活動等等。平時分佔總成績嘅25%。老師可以向家長解釋，呢部分主要反映學生平時上課嘅學習態度同埋持續表現。3. 考試分。呢個係考試成績，佔總分嘅75%。老師可以講，呢部分係期考表現，反映學生響整個學期對於學習內容嘅掌握程度。4. 學段總成績。呢一欄係平時分加考試分，由系統自動計出嚟。計算方法係將平時分嘅25%加考試分嘅75%。老師可以簡單講，呢個係學生響嗰科成個學段嘅最終成績。介紹完結構之後，老師可以帶家長睇整體學習情況，可以由3方面入手。1. 強項科目。首先可以肯定學生做得好嘅地方，例如呢位同學響普通話方面表現唔錯，整體成績有70分以上，顯示佢響普通話學習上面有一定基礎，咁樣可以建立正面溝通氣氛。2. 需要關注嘅科目。講完強項之後，老師可以溫和指出要改善嘅地方，例如英文目前成績係200分入面嘅48.8分，即係總分嘅大約1/4左右，反映學生響基礎概念方面有改進嘅空間，可能需要用多一啲時間溫習課堂內容。3. 學習趨勢。老師可以提醒家長，我哋會留意學生嘅學習趨勢，例如平時分同埋考試分係唔係有差距。例如果平時分高，但係考試分低，呢個可能代表溫習策略唔啱，應試技巧要改善。相反，如果平時分低，但係考試分高，呢個可能代表平日嘅學習態度需要提升。講完整體學習情況之後，老師可以向家長解釋非學術科目。有啲科目用等級制，例如視覺藝術、音樂同埋體育，通常用 A、B、C 等等嘅等級表示。老師可以向家長解釋 A 代表 excellent 優， B 代表 good 良， C 代表 average 常。唔單單只係考試，呢啲科目主要係評估學生嘅參與度、技能表現、學習態度。最後，老師可以解釋總分同埋平均分。成績表下面會顯示總分同埋平均分。總分嘅計算方法係將學段總成績全部加埋一齊，平均分係將總分除滿分嘅總和。老師可以簡單講，平均分可以反映學生嘅整體學習水平，但都要提醒家長，更重要嘅係睇每一科嘅表現同埋需要改善嘅地方。講完成績，老師亦都要解釋操行。操行會反映學生嘅學習態度、紀律、責任感與同學相處嘅表現。等級通常為 A、B、C、D、E。例如，呢位同學操行係 A， 代表整體表現優良。最後，老師可以向家長提供具體嘅支援方法。
例如，建議每日安排固定嘅溫習時間，鼓勵學生做練習，留意功課完成嘅情況。有需要可以同老師保持聯絡。老師可以咁樣講：如果家長響屋企都可以協助仔女建立穩定嘅學習習慣，對成績提升會好有幫助。總括嚟講，解讀成績表嘅時候，老師可以按照呢啲步驟：一、介紹成績表結構；二、說明平時分與考試分；三、分析強項與弱項；四、解釋等級科目；五、說明平均分與操行；六、提供改善建議。咁樣家長就可以全面理解仔女嘅學習情況。